谈艺术的窗口，评谈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视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张调是深受广大书迷喜爱的一种弹词流派唱腔。自创始人张建庭先生开创以来，他孕育了许多优秀传人，像周建庭、黄家明等等。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张派的第3代传人，上海评弹团的毛新林。毛新林出身于评弹世家，父亲毛建宏是大家熟悉的弹词演员，因而他自小就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1982年从苏州评弹学校毕业后，他投师张建庭之子张建林门下。在日常的演出中，主要弹唱《曾荣挂帅》和《孽缘奇恩》这2部长篇。经过长期的实践，对张调的运用更加成熟。1998年被上海评弹团作为人才引进后，又迈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弹唱的张调在书迷朋友的印象中也越来越深了。张建庭先生的代表作中篇林冲选曲《雾泽真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名篇了，那许多票友也都争相模仿。这段唱腔既没有特别的高音唱腔，也没有叠句连唱，要想感染欣赏者，主要是需要演唱者能够表达那个人物内心的一种情感，复杂的变化，要唱出张勇对女儿的怒骂，但这种怒骂呢又是由爱而生，既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毛新林能够较好地继承了前辈的演唱手法，唱出了这种雾泽的复杂心理矛盾。真呀，弟弟，休要弟弟，母亲问你怎我姻缘这个小姐？这个嘛，莫非衙内不办有病？你真呀禁止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考了天，女儿低对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最是干将谁是东京？呀，呸！为你们生女夫妻。
心。当日见壮士在长亭上，你是生生世世要同水夫们到底是他们父子同美，十多季黑的你恩爱夫妻，两一分你须黑日为长生死公道不分恩义，枉为人，你真把这个罪人去当亲？真也罢，我与你一道阳来分是宋奸人把头风雨人不许你再上我家门。心
哦哟！张勇宝玉一听，气冲冲打出李帅府。李亚夫人仔细的能爱我别一别之意，后来一想，哎呀，相公女儿手心真灵，她怎肯纵任这个小姐？怎肯纵任这个小人家？定是姻缘是家，放在他对我言道，妇女今朝真用品，再相逢，是非是梦那里人？啊呀，我的女儿，好正娘啊！我丑话真娘不给。林老三诉苦是中篇评弹《海上英雄》中的一段保留唱段。这是一个贫苦渔民对蒋家王朝泯灭人性、草菅人命的血泪控诉。演唱这一类的题材作品，对于毛新龄来说缺乏一种感性的认识，因为毛新龄这一代演员都是生长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以说是在甜水里泡大的新生代。为唱出这段选曲中林老三的真实情感，毛新龄查阅了许多的背景资料，经过反复的推敲，不断的揣摩，感悟林老三这位贫苦渔民面对亲人解放军诉说内心痛苦的这种特定的思想情感，唱得动人动情，哀怨激愤。谁来总是
冬夏与日同当生，再不来日将我死，东为马夫郎，少林家方军要举己好为心明，我们谁口谁来都是在非真海，我们平口的渔民要去消灭蒋匪军，不消灭匪军是不该心。中篇弹词《芦苇青青》是描写太湖游击队英雄抗日的故事，其中有一首保留唱段《救春林》，描写了贫苦农妇钟老太面对日本鬼子的恶残，为救亲人新四军战士顾春林，只得痛舍自己的亲生儿子梅生。《救春林》这段选曲表达了钟老太的深明大义，钟梅生的爱国献身和日本鬼子的凶残狡诈，分别由毛心凌、徐慧欣和胡国良共同演绎，十分感人。特别是毛心凌运用了张调，成功演绎出了钟老太那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使欣赏者能从中感受到张调特有的刚劲和挺拔。现在是半夜里3点钟考过，钟老太可预见来有顾春林7磅心里，正预备送礼动身，到身后头狗叫声、敲门声，八个牙路黄堂门冲开，冲进来10几个鬼子兵。老太为之义务成立，随手里是自家的独养儿子叫钟梅生。你娘哎，我违反抖音，真是钟梅生喜巧从后门进来，这个鬼子口就邀请上来，你的什么人？你好呀，那你一忘给谁是日本鬼子？我是这儿的良民。良民，你的叫什么的名字？讲。我叫钟梅生。哎呀，我这钟老太功成林恩，一举梅生，一举梅生，是家门，还是晴天霹雳红绿灯，举梅生是家门新日与今绝非梅生出家门，我必须在几根笔带的沈梅生大进门，遇见顾春林，登脚心头却已经此刻日。
后把王冤。我想举心思卷，三把陈林当媒生我待遇，木工为子兵，欲入为妻，媒生此刻之家门。见媒生得是回家住，为子的娘问原因，我不能离领中家母子们。中的事，所以他打进门来，目不知睛，目不知睛，看见我老娘亲手等为念一声，我今少年亲生子，岂非把陈林当做了卖路人陈林？我不生，我今说不年亲生子，再把陈林当媒生，媒生。日本鬼这个大队长铃木来形容的是这老屋里面一眼眼不错。小孩，你的叫钟美生，对不过来对着工程林，你的也是钟美生。老太婆，两个的钟美生，哪一个是你的钟美生？将鬼子才结结，离离别问真，我不能在你旁边不成声。当的家大人老子，我们心思全，随心随意为人民，绝不让人民遭遇生不安分。我是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子弟兵，为党为群众，绝不怕牺牲。我必须当机立断，挺出身。那城里一动，老太太晓得你要做啥，我哪办？啪！我一
人。定要举臣令，不举臣令，后人报君令，不报君令，怎能消灭鬼子兵？不消灭鬼子，怎能报配兵？为了报家之，为了消鬼恨，为了重生三妻三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总相亲。我举起手插千身来举臣令，那鬼子也废话，梅生他一指令，构成令，此日虽是我钟梅生。倘若我是钟家子，那有几代有再可呀名上身。倘若我是家梅生，只怕钟家立刻呀断了根。生死两边你往哪去？走与为难杀了钟梅生。我想起弟弟临终一定做，直到国日家恨是海参报仇，为他新四军。而今日么新四军大恩人，早为困难特生没生啊！你不想举构成令，你往日钟家的好生，没什么好问的，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游击队。谈词开篇，史可法描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为大明朝的安危，激励将士奋勇杀敌，血战到底，宁殉国也绝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主义精神。毛新龄带着悲壮的情绪演唱，表达了史可法宁死不屈的豪迈气概。随着他演唱的气韵，我们仿佛看到了史可法这一令人敬佩的英雄形象。明是江山，风雨中，银浪深深恨风中。若为光嘞，谁正东口恩
那黄云最斗红光的，不顾民间怨气冲，迫害分人十郎龙。上衣内你把本上上这落得一女是黑头郎空神为风凉，内随中军心飞动，如是风。四公他。不信门，把非君去，非我司法披露用。神律师，大丈夫立言，为国学律红，感动了非君。喜怒力得兵养之心玄能中农，他也有确有哦，这今能非见一国重视人，谁不敬言用？
观众朋友，欣赏了毛心玲这一组弹唱专辑后，您有何感受？我想您一定会为张派这样一个继承人的成熟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们同样期待着更多的优秀青年演员不断的涌现。观众朋友们，